不可惜。好喝吗？跟你们的抹茶一样，你们饮料叫什么？你们的饮料？你们有一种那个么么喳喳的。哦，么么喳喳。哦，么么喳喳。么么喳喳。嗯，有点像啊。啊，我那个是芋头跟芋头啊，差不多样。仔是財先了食入巴，可能我無插味，我都唔知偌久未去哦，即無插味入巴，落我2年前較記嘅時，2年前不3年嘅時，我就覺得較大咧淡薄嘅入巴較大咧，我老母叫我去打掉鍋，就打掉鍋之後變得惡化，哇！本來是無來，打掉鍋就變惡化。打掉鍋過了2年、2個月、3個裡面啊，哇！2年裡面慢慢，2年裡面啊，2年較幾裡面慢慢大起來。在美國10萬個裡面只有5.5個人會得到腮腺的腫瘤，所以第一個它沒有那麼常見，那第二個呢手術難度又相當高，所以很多醫生第一個他可能有的就不敢手術，那有的時候跟病人講你這個相對這種開完刀一定會怎麼樣，那病人他就更不敢開，他就越大以後就沒有人敢開，所以我想這個永遠醫生都是現在都是要選怎麼樣簡單的，這個不要太困難的，這個做這種手術是給醫生自己找麻煩，但是我們一定要存着這個當醫生的初衷，要為病人做最好的，我們不能夠怕接受挑戰，因為病人能夠好，我們就開心。所以我要為他開刀的時候，我每天都為他禱告，因為我知道這個手術相當困難。所以我覺得這個人的能力有限，我們要感謝神啊，晚上啊解決都沒有任何後遺症。馬來西亞我有去問過醫生館政府醫生館實驗室咁問，因為應該開刀，人家都講冇去把握，一定有損傷，他講，我說不可以完全沒有損傷，說很難講，一定有損傷的，他講，一定是有損傷，不可以避免的，他說看運氣，他講，我想到如果有損傷怎麼辦？如果沒損傷是很好，感謝上帝很好。如果有損傷怎麼辦？就永久性的創傷就不會好了。所以我就很彷徨，在這2年裡面，這2年多裡面很彷徨，這2年很彷徨，不知道怎麼辦？把它除掉也不是，不除掉也不是，因為西醫講了嘛，我們中央醫院講了，你收住有一天變得壞了或者更大更麻煩，壓到神經更麻煩。後來有一天在網上搜索看到。這個關於這個陳什麼？陳木寬醫師陳木寬醫師，他給那個韓國教授開這個手術，我就看到他的那個腮腺瘤，好像比我還大很多哦，有9公分啊，大概這樣。我記得好像在我印象中，他有9公分，9公分，甚至9公分長，我不記得，總比我的大就是。我說沒有事情，我就說哇，了不起嘞，這個什麼，這個它的技術很好哦。我們的面神經為什麼會相當的困難？因為面神經是我們的第7對腦神經，就是說我從我們的這個腦部通過我們的耳朵裡面，然後才從這個面神經孔主幹從這裡出來。那主幹出來以後，它就有很多的分支。一般來講，先分2個分支，再分5個分支。那我們臉的中線為界線，所以它最後的這個就是那麼細啊。就像比這個線還細，所以那天我有請我們這個劉女士的女兒進去看，我們就是要連這個最後面這個很細的全部都要保留。你傷害到這裡，也許沒傷害，只是你開刀的時候腫瘤跟神經你在分的時候它一傷害到，它這個眼睛就閉不起來。那你傷害到這個地方它就這個臉外嘴斜。那這個最困難的，像我們劉女士病人，她的腫瘤就長在這個面神經的主幹剛好出來的這個地方，所以這個地方我們最麻煩。你如果長在比較下面，那你可能就把這個分支分出來就好了。你長在比較上面，我們就把上肢分出來就好了。那腫瘤是長在這個主幹的這個上面一開始你開刀之前，你要把它這個主幹找出來，要把它一直分。這是最困難的地方，所以位置也相當重要。我們看還是要往下。那因為它這個一開始它有接過做中醫。所以它這個一般腫瘤會直接侵犯到皮膚，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會把它這個皮膚順便也拿來。
拜。